長者面臨住寒冷嘅天氣、空氣嘅質素同埋流感嘅風險。喺上年嘅10月，有150個人因為流感而死亡，而當中嘅90%係長者。咁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幫到啲長者呢？我利用咗 Survey123 製作咗問卷，去了解大眾對於呢啲公共數據嘅了解，以及呢一樣嘢對老人家有冇用。我利用咗 Google Sheet 嚟整理咗溫度、空氣質素同埋流感嘅數據。我用咗 AskScript， 咁樣就令到每15分鐘可以更新一次資料。我就利用咗 Google Site 將結果製成一個簡易嘅網站。網站最後亦都有一個問卷，了解使用者嘅需求。之後我哋就進行咗訪問。我而家就要打開呢份問卷。咁我哋而家就嚟問下其他人啦。你好啊，小朋友，我今日就想問你幾條問題，請問你有冇時間啊？有。好，咁想問下，請問你有冇聽過政府提供一啲以下嘅資訊呢？有天氣預報啦，同埋呢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同埋流感速遞嘅。有。兩個都有嘅，頭兩個。好，唔該晒。咁接住落嚟，如果天氣突然轉涼或者係空氣質素差嘅時候，你會覺得自己同埋屋企人係？咁我而家就要俾呢位小朋友睇下我哋整個網頁咯喎。呢個呢，就我哋整嗰個網頁啦，就係一個我啱啱同你講嘅健康風險提示一個網頁嚟嘅。佢呢度就寫咗佢呢個等級指數啦，而今日呢，全港大致上面呢都係中嘅，係唔錯噶啦。荃灣區現時氣溫13.7度，天氣寒冷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為3，空氣清新，流感和新冠病毒屬於低水平，建議注意保暖，減少外出，可按日常習慣活動。明日天氣大致多雲，早上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稍後有1-2陣微雨。